見到有公眾人物用《進擊的巨人》做主題求婚，我覺得人生第一次民主選舉就係動漫論壇嘅超級版主選舉。我可以好明確咁樣講，冇就冇今日嘅周庭。佢入面有好多你喺現實生活中根本唔會遇到嘅靚仔。而家諗翻起都覺得幾危險，因為你唔會知道網上面嗰啲網友喺現實中究竟係點樣嘅人。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大家好，我係周庭。由我10幾歲出現喺大眾目光嘅時候開始，我就一直有一個好多人叫嘅稱號，就係宅女。因為我由小學5、6年級開始就迷上咗日本動畫，就算去到而家，我每日食飯都係睇住日本動畫去到送飯。而我對於動畫嘅偏愛係講緊我係極少睇日劇、韓劇、美劇或者真人電影呢一啲真人，又或者可以話係3次元嘅作品，因為我就係好中意動畫嗰一種將不可能化為可能，將幻想化為現實嘅空間。而動畫唔單止係我嘅興趣，佢甚至係好實質咁樣改變咗我人生嘅每一個階段。所以今日呢一條片就想同大家介紹下5套改變咗我人生嘅日本動畫。第一套就係《偶像宣言》，又或者香港係譯做《星夢天使》或者《花樣明星》。《偶像宣言》係2006年播出嘅作品，內容係講一個14歲嘅少女，有一日喺街上面偶遇一個男仔，然後對佢一見鍾情。點知原來呢一個男仔係紅遍日本嘅超級偶像。呢一位少女為咗接近呢個男仔，就決定成為偶像，喺娛樂圈努力嘅一個故事。呢套動畫我係喺小學5、6年級嘅時候睇嘅，而佢對我嚟講就係一切嘅開端。我就係由呢套動畫開始迷上咗日本動畫，開始咗我宅女嘅道路。因為我仲係小朋友嘅時候，雖然都會喺 TVB 嗰啲睇動畫，或者嗰陣係叫卡通片，例如係哆啦 A 夢或者唱 K 小魚仙，但係都係流於喺香港嘅電視台睇廣東話配音版。再加上嗰陣好細個，雖然係好中意日本動畫嘅內容或者角色，但未升華去到中意動畫呢一種戲劇嘅媒介，所以我會話小朋友嘅我係未正式成為一個動畫迷嘅。但係《偶像宣言》就係我第一套唔係喺電視睇廣東話版，而係喺電腦睇日文版嘅動畫。而且佢唔單止係我愛上動畫嘅契機，佢亦都係我後來迷上日本偶像，再之後聽歌同埋追星同埋學日文嘅契機。所以我可以好明確咁樣講，冇偶像宣言就冇今日嘅周庭。因為呢套動畫係講一個14歲女仔努力做偶像嘅故事，主角同我嗰陣嘅年紀差唔多，見到佢喺動畫入面喺舞台上面閃閃發光，然後又努力咁樣學唱歌跳舞嘅呢啲情節，就令到當時嘅我係好憧憬偶像呢一樣嘢，又或者係呢一個行業，好想好似呢一個女主角咁樣成為一個偶像。亦都因為呢套動畫嘅女主角嘅聲優，即係配音員，係日本當時一個女子偶像組合 Morning 娘嘅成員，所以我就認識咗 Morning 娘呢個組合，到後來又開始聽佢哋嘅歌，然後成為咗佢哋嘅 fans。關於追星亦係另一個 long story， 之後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總之呢一套動畫就係我同日本所有嘅連結嘅開端。我都想象唔到，如果當年嘅周庭冇同偶像宣言相遇嘅話，而家嘅我會係一個點樣嘅人。所以偶像宣言可以話係建構咗周庭呢一個人嘅 identity 嘅一個咁重要嘅作品。雖然最後我冇實現到當時嘅目標，冇成為到一個偶像，但去到而家我都係好中意睇以偶像為主題嘅日本動畫，尋找滿月、Idol Master、Love Live、歌之王子殿下、AKB0048、月歌、Wake Up Girls、Idolish 7、B Project、偶像學園、我推的孩子、後街女孩等等等等，我都係有睇過㗎。
作為一個好中意睇動畫嘅人，有一件事我一直都好想做嘅就係聖地巡禮啦。聖地巡禮嘅意思就即係去一啲動漫、遊戲或者電影喺現實世界嘅取材地嗰度參觀打卡，例如你的名字嘅呢一條樓梯等等。既然去得日本，當然仲想買下啲動畫周邊同埋 figure 啦。而提到出國旅遊，一定唔少得嘅就係 Sally eSIM 啦。Sally eSIM 嘅操作非常之簡單，只需要下載 Sally App 一次就可以持續咁樣使用。喺啟程登機之前，喺 App 上邊揀定你所需要嘅方案，同埋完成付款，1分鐘內就可以輕鬆搞掂。抵達目的地之後，就可以即刻連線，幫你把握你寶貴嘅旅遊時間。Sally eSIM 嘅服務覆蓋全球200個目的地，無論係熱門嘅日韓台英美澳紐，抑或係走訪南美或者非洲，網絡都能夠全面覆蓋，等你隨處通行。唔需要去到每一個地方都買一張 SIM 卡，又或者俾好貴嘅漫遊費用。佢提供多種流量同埋日數方案俾你自由選擇，仲有適合跨國旅客嘅全球通用方案。另外 Sally 仲內建安全功能，提供虛擬位置，亦都具備廣告封鎖同埋阻止惡意網站同埋追蹤器嘅網頁防護功能，等你喺旅途入邊都可以隨時隨地享受更加安全嘅瀏覽體驗。而家即刻去 sally.com/chowting， 又或者用我嘅優惠碼chowting購買 Sally 數據方案，即刻享有85折嘅獨家優惠。快啲 download Sally App， 又或者去官方網站了解更加多詳情啦。第二套動畫，我諗呢一套大家就算冇睇過都一定聽過㗎喇，名留青史嘅神作《進擊的巨人》。可能都有啲觀眾未睇過，所以我都簡單介紹一下。《進擊的巨人》係講人類居住喺一個被高牆包圍住嘅城市入面，佢哋好恐懼，同時會對抗牆外嗰啲會食人嘅巨人。主角就係因為對巨人嘅憤怒，所以加入咗兵團，立志要殺晒所有巨人，而喺途中又慢慢發現到世界嘅真相嘅一個故事。呢套動畫係喺2013年開始播出，一共做咗4季，去到2023年先至正式完結。我係喺2013年佢做緊第一季嘅時候就已經有開始睇㗎啦。嗰陣淨係睇咗第1集，已經係深深咁樣俾佢嗰個故事、畫面、世界觀同埋音樂係震撼到啊！嗰陣我係參與咗學生運動1年左右，我記得身邊好多社運朋友都係有睇㗎，仲有好多香港同埋台灣媒體都有類比個故事同埋現實世界嘅狀況，甚至係有好多日本媒體問我點樣睇呢套動畫。我最深刻嘅係最後一季同埋大結局，因為大結局係喺我嚟到加拿大之後大概2個月嘅時間播㗎，而嗰陣我覺得自己係處於一個人生嘅轉捩點。我係因為要做一啲關乎人生未來嘅重大決定而苦惱緊，而呢一個決定就同呢一套動畫嘅中心思想有關，就係究竟自由係啲乜嘢？雖然就算有冇睇過呢套動畫，我都可能會做一樣嘅決定，但係《進擊的巨人》真係有令我更加深入思考自由嘅意義究竟係啲乜嘢。我記得喺我宣布自己嚟咗多倫多之後，我嘅 Threads 嘅第一個 post 就正寫咗關於進擊的巨人同埋自己嘅處境嘅一啲思考，所以進擊的巨人唔單止係故事內容或者動作場面同埋音樂做得好出色，佢係真係一套有深度會令人思考嘅作品。所以最近當見到有公眾人物用進擊的巨人做主題求婚，我覺得都幾諷刺㗎。先唔好講係咪2位當事人都有睇過同埋鍾意巨人，但對我嚟講，巨人嘅吸引力唔單止係在於佢刺激嘅劇情或者龐大嘅世界觀，又或者佢好型。當然呢一啲都係巨人做得好好嘅地方，但巨人可以喺香港咁多人睇，咁多人覺得佢係神作，係因為佢係能夠引起我哋對於社會或者世界嘅想像，亦都成為咗我哋思考某啲價值觀嘅契機。求婚都算係人生大事，2位當事人都開心，當然係好重要啦。但如果我哋喺睇每一套作
作品、劇集又好、電影又好、動漫又好，都可以多啲連結同埋想像佢背後嘅意義同埋我哋嘅生活，令到佢唔單止係娛樂，而係能夠成為真正可以豐富我哋嘅生命同埋心靈嘅養分。我覺得係會更加有意義。當然，100個人對於同一套作品可以有100種唔同嘅想像，但我諗重要嘅唔係個答案，而係思考嘅過程。所以我作為一個動畫迷，係真係好希望嗰2位當事人係有真正思考呢套動畫嘅意義，然後喺佢哋嘅生命入面實踐出嚟，而唔係只係覺得佢好型或者好博取眼球。頭先講咗好多巨人對我嘅啟發，但其實喺我睇《進擊的巨人》之前，甚至喺我搞社運之前，講緊係我14歲嘅時候，就已經有一套香港可能冇乜人識，但係喺我心入面係神作嘅動畫，佢就係 Number 6啦。Number 6嘅故事係講住喺理想城市 Number 6入面嘅主角，本來係一個又守法又品學兼優嘅良好公民，但有一日佢竟然同一個犯罪者相遇，仲因為窩藏呢一位犯罪者嘅行為俾治安局發現，而令到佢全家被驅逐。後來佢就慢慢發現呢一個所謂理想城市，原來背後係有好多陰謀同埋黑暗面。好多人可能都會以為我自細就已經睇好多新聞同埋好關心政治，所以大個先會出嚟搞社運。但其實喺我仲係初中嘅時候，我對新聞嗰啲嘢係完全冇興趣嘅，亦都冇咩思考過關於社會嘅事。但就喺嗰個時候，我見到網上有人介紹，所以就睇咗 Number 6。呢一套動畫可以話係開啟咗我一道大門啦，因為佢係我人生第一套比較黑暗，亦都係比較諷刺社會嘅一套動畫。喺睇 Number 6之前，動畫對我嚟講就係娛樂同埋開心。睇完佢之後，我先發現原來動畫都可以係反思社會嘅載體。同埋嗰陣13、14歲嘅我係仲未睇過 Animal Farm 或者1984呢一類作品嘅，所以 Number 6其實係我人生第一個接觸嘅一個反烏托邦嘅故事。佢係直接帶出咗人被洗腦同埋控制之後嘅恐怖，對於嗰陣未見過世面嘅我嚟講係好衝擊㗎。另外一定要提嘅就係 Number 6令我認識咗我超級鍾意嘅日本女歌手 Aimer。如果大家有睇開動畫，都應該有聽過佢嘅歌㗎啦，因為佢唱過好多熱門嘅動畫嘅主題曲，包括《鬼滅之刃》同埋《鏈鋸人》等等。而佢嘅出道作其實就係 Number 6嘅片尾曲《綠等星之夜》。呢一首歌直到而家都係我喺 Aimer 嘅歌入面最鍾意嘅一首，佢亦都係我唱 K 嘅時候嘅飲歌，因為我每次去日本都一定會一個人去唱 K， 而我每次唱 K 都一定會點呢首歌。如果大家冇聽過嘅話，都推薦大家去聽下。第4套改變咗我人生嘅動畫，我諗大家聽到都可能會有啲驚訝，就係我們這一家啦。我諗我們這一家就真係冇咩人冇睇過㗎啦。佢嘅故事就係講一家4口，爸爸媽媽、家姐、細佬嘅一啲生活瑣事，例如媽媽花師奶為咗慳錢慳時間可以去到幾盡，又或者爸爸花老爺因為病咗喺屋企煮中藥，然後臭死全家人等等。我細個睇我們這一家同大家一樣都係睇 TVB 嘅廣東話配音版，去到而家就算我係睇日文版都好，我依然都係覺得花師奶嘅廣東話配音係超級傳神，好帶出到嗰種又度縮又計較嘅感覺。咁點解呢套動畫會改變咗我嘅人生呢？唔知同我同 gen 嘅朋友以前有冇聽過一樣嘢叫做 MSN 社群呢？唔係同朋友傾偈嗰個 MSN Messenger 喎，MSN 社群係一個有啲似論壇同埋 Xanga 混合版嘅一個平台，你可以整一個屬於自己嘅社群，入面可以有唔同主題嘅版面，然後你又可以去其他人嘅社群嗰度留言同埋識朋友嘅一個地方。我細個嘅時候因為太鍾意我們這一家，所以我就喺 MSN 社群嗰度開咗一個以我們這一家做主題嘅社群。嗰陣喺現實世界冇咩朋友嘅我，仲喺嗰度識咗好多都係鍾
中意睇動漫嘅朋友。後來唔知點解 MSN 廢除咗呢個功能，所以我哋成班人就轉移陣地去咗一啲以動漫為主題嘅論壇嗰度，然後我又識到更加多中意動漫嘅志同道合嘅朋友，仲唔知哪來的勇氣同嗰班人去咗人生第一次嘅動漫節。而家諗翻起都覺得幾危險，因為你唔會知道網上面嗰啲網友喺現實中究竟係點樣嘅人，但好彩佢哋都係同我差唔多年紀嘅後生女仔。總之就係因為我對我們這一家嘅愛，間接令到我識咗好多朋友，同埋對日本動漫嘅認識越嚟越深。個故事係仲未完噶，因為嗰陣啲論壇嗰啲人係好興用自己中意嘅動漫人物或者明星嘅相嚟整圖，好似 banner 啊、icon 啊、閃字啊嗰啲，諗翻嚟都勁 MK， 所以我就學識咗點樣用 Photoshop， 有時仲會參加論壇嗰啲製圖比賽。仲有就係玩玩下，我唔知點解喺個論壇入面嘅知名度越嚟越高，後來我就參與咗我人生第一次民主選舉，就係動漫論壇嘅超級版主選舉。我都唔記得咗我最後究竟有冇當選，但我記得個選舉除咗要整圖之外，仲係要發表政綱，然後俾啲會員投票。諗翻起都覺得好神奇，人生第一次參選竟然係因為玩論壇。所以一套我們這一家竟然可以令我識到朋友，去動漫節學識整圖同埋參選。特別係整圖呢一個技巧真係可以話係一生受用啊！雖然我唔係啲咩專業嘅設計師，但喺我坐完監出嚟喺香港嗰段日子，我係有接過一啲 freelance 嘅 graphic design 嘅 job 噶，同埋而家 channel 嘅 thumbnail 都係我自己整。如果當初冇睇動畫冇玩論壇，就唔會學識呢一個咁重要嘅技能。去到而家我都間唔中會睇我們這一家，尤其係因為我們這一家而家係有一個官方嘅 YouTube channel， 佢會定時定候擺唔同集數上去，所以我得閒無聊又會睇幾集咁樣。佢係有埋英文字幕嘅，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都可以睇下。嚟到最後一套改變咗我嘅人生嘅動畫，呢一套動畫喺香港嘅知名度就唔係好高啦，但係佢以前成日睇到我面紅耳赤、心跳加速。佢就係一套叫做《金色琴弦》嘅動畫啦。《金色琴弦》本來係一個以古典音樂為主題嘅逆後宮戀愛 game 嚟㗎，後來就改編咗做動畫。大家都知道後宮咧係解一個男仔身邊有好多女仔嘅仰慕同埋追求，所以逆後宮咧就啱啱相反，就係講一個女仔身邊有好多男仔追咁樣。所以動畫嘅內容就係講原本對於樂器同埋古典音樂一竅不通嘅女主角，喺機緣巧合之下竟然入咗一間音樂學校，仲要學拉小提琴。於是佢就遇上好幾位又靚仔又有音樂才華嘅男主角，喺佢哋嘅陪伴之下，慢慢由一個音樂白痴成長成為一個小提琴演奏家嘅故事。所以點解我最初會中意呢套動畫呢？冇錯，就係因為佢入面有好多你喺現實生活中根本唔會遇到嘅靚仔，同埋當佢哋同女主角互動嘅時候，你就會想像自己係個女主角，然後一個人對住屋企部電腦偷笑。而因為佢係以古典音樂為主題，而且每個男角色玩嘅樂器都係唔同㗎，所以喺套動畫入面，你係會認識到好多種唔同嘅樂器，同埋好多首古典樂曲。咁話說，我由小學開始就一直有學樂器，我有學過鋼琴、長笛同埋小提琴。雖然樂器對於嗰陣嘅我嚟講都算係有趣嘅，我都係中意嘅，但更加大嘅原因始終就係因為阿媽叫你學，所以你學。同埋嗰陣嘅我都會覺得古典音樂好悶，會令到我覺得好眼瞓。但喺我睇完《金色琴弦》之後，我每次見到一種樂器都會諗起一個男主角，會諗起佢哋好型咁樣去演奏嗰種樂器嗰個樣。慢慢我就開始識得去欣賞唔同樂器嘅音色同埋古典音樂，唔再覺得佢哋係好悶，而係會覺得佢哋好型。所以喺睇完《金色琴弦》嗰一排，我係超努力咁樣去練樂器㗎，真係會有一種我要好似啲角色咁奏得咁好聽嘅嗰團火喺個心入面。
而喺鍾意咗古典音樂之後，呢一種音樂係陪我度過咗好多難關㗎。首先係中六 DSE 之前嗰排就係要努力溫書，最後衝刺嘅階段。對於嗰陣嘅我嚟講，流行曲係好容易令我分心㗎，因為我個腦會忍唔住跟住唱。但係相反，古典音樂特別係蕭邦嘅鋼琴曲就能夠令我好專注。所以 DSE 前嗰個溫書期，我一直都係聽住蕭邦去溫書㗎。最後雖然唔可以話係成績超好，但係能夠考到呢個成績，然後入到大學，真係可以話係蕭邦嘅功勞。另外喺我有情緒病之後，我嘅專注力都變得好差，會變得好容易分心，亦都會成日好冇心機。喺呢啲時候，我都會選擇聽古典音樂，因為古典音樂就係可以令我喺想專注嘅時候專注，想放鬆嘅時候放鬆。總之佢就係可以令到我嘅頭腦冷靜落嚟，對我嘅情緒好有幫助。如果當初冇金色琴弦呢一套動畫，我諗我唔會咁識得欣賞古典音樂，亦都唔會有一個咁幫助到自己嘅媒介。當然就仲有佢嘅男主角都帶咗好多療癒俾我啦。所以如果冇我以上講嘅呢5套動畫，我諗今日大家見到嘅周庭會係完全唔同嘅人。同埋我知道我呢個 channel 都有一啲年紀比較大嘅觀眾，可能對你哋嚟講動畫就只係小朋友睇嘅嘢，甚至係冇益嘅嘢。但對我嚟講，動畫同我哋平時嗰啲劇集電影嘅分別就只係在於佢係畫出嚟，但佢一樣都可以帶出一啲好重要嘅價值觀，佢一樣都可以反映社會上面發生緊嘅事，又或者可以鼓勵到我哋繼續努力。所以我希望如果之後有機會嘅話，都可以分享更加多我中意嘅動畫作品俾大家。如果大家有咩意見，都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撳埋 subscribe 隔離個鐘仔，咁你就唔會錯過下次嘅片啦。想成為天天嘅朋友，可以撳頻道名隔離個加入掣。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Yeah!